喂，趙 Sir， 6點幾咯喎，仲唔走嘅？唉，呢排日日都咁上下啦。搞咩咁忙啊？係近排都係好多事情要處理，辛苦啦。所以嚟緊放假真係要去下旅行。啱喎，有冇咩諗法先？我咧就嚟嚟去去都係嗰幾個國家識，所以咧我都好苦惱，因為我諗住復活節咧去下旅行，但係又唔知去邊喎。哦，咁你今日幸運啦，撞到我，介紹正嘢俾你認識先。一睇就知好嘢嚟喎。啱啊，冇錯，想了解下多啲先。想。咁。話說，我哋1月10號，堅樂小學有個國際文化日，當日我哋會有表演啦，有展室，有攤位，仲有體驗活動，一次過可以認識晒6個國家嘅文化添啊！哇！好多個國家我都未去過喎。啱啊，冇錯啊！嗱，嗰日又有嘢食，又有嘢玩，又有表演睇添啊！哇，真係唔錯，值得嚟咧！好介紹。澳洲睇動物啊！我想去巴基斯坦好耐㗎啦。去韓國啊，可以睇 K-pop。係，咁多位請冷靜啲，我仲有一樣好嘢介紹，就係呢樣啦！噔！咩？哇！想知啊你？冇錯啦，呢個金幣就係我哋堅樂小學25週年特別版嘅金幣，你望下冇？哇！當日嚟到我哋國際文化日嘅人，咁你就可以咧得到1袋呢一啲金幣，你就可以憑住呢啲金幣換嘢食、去玩、做體驗活動，係咪好正先？